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安心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宣臣妾过来对议几句吗？皇上怎么了？安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简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。舒安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他……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，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两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，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
皇上呢，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，你那可就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。你呢，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！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！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又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，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。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舒家命在旦夕，齐钥匙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。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。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，
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，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啊，对，朕，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2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。索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。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哦，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？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简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出发。这，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撤。六师傅，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？索图跟李公公服侍康熙小姐去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太子，机会难得，你看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和康熙是势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索额图现在还带着30个大内高手呢。那30个大内高手，我和太子、倾城3个人足以对付，而你和康熙同乘一车，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，索额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火。让我出手？不行，我下不了那个手。你下不了手也得下。朱哥哥，六师傅，康熙暂时还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，是我之大敌吗？是，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，而不是康熙一人。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，这清廷也会又换一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来做皇帝。
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，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。而且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。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开的局面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完成此次微服出巡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找到铜匣，也就有机会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这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。是啊，六师傅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吗？师傅，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。只有找到铜匣，取出了宝藏，我们才有实力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才能完成大业。六师傅，你别怪薛姐姐嘛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心想着为梅花门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，对吧？既然你们三个都反对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去听太子的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如果舒剑真的被救活了，倾城此去与他相见，万一被他识破，倾城乃是冒名顶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已至此，担心也无用，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不过我觉得，舒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未必能瞧出破绽。薛姐姐说的对。哎，朱哥哥，趁着康熙还没回来，你陪我去小河边洗洗手呗。好，走。朱哥哥，快！哇，朱哥哥！啊，朱哥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说服了六师傅，让他不再刺杀龙小弟。我不愿意杀他，是权衡局势，从大局着想。但你呢？你不愿意杀他，只怕无关大局，是出于私心吗？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？不是私心，那就是私情了。环妹，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，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对他的感情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感觉，他就是皇上啊！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，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，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！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吧。不过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骗了我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亲手杀了他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！有人来了。老大，你洗个手怎么洗这么久啊？龙小弟，你过来啊，这儿的水可凉了。别光顾着玩了，舒剑伤得那么重，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知道了。周子，咱们走吧。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嘿，酒，来吧。哇，好爽！哇，好
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皇妹，皇妹。 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欢妹，欢妹，开门啊！欢妹，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欢妹，欢妹，怎么了？你准是喝醉了。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。 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，肯定啊是在宫里面憋坏了，这出宫啊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花儿，欢妹，开门啊！花儿，欢妹，花儿，欢妹。好，漂亮，好！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簪子就是你的了。欢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花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哎，下来，别唱了，快进去，进去。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，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！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，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欢妹，给我下来！慢点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。住手！闪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。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好，哎呦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哎，我纳赛，咱们走。
哎呦，你可算醒了。来，过来擦把脸，喝杯茶吧。薛姐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喝多酒了？我没闹什么笑话吧？你昨天醉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你都耍酒疯了呢。啊，不是吧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走出了房间，又唱又跳的，引来了好多人围观，还有人要竞价买你，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，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。完蛋了！所以啊，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。又香又甜的冰糖醋。就很精致的。龙小弟，主子，您看这个喜欢吗？哎，朱哥，您再看看。都不理我找薛姐姐。这个龙小弟跟朱哥哥都太小气了，只不过喝多酒没干什么，一直不理我，至于吗？你呀，你还好意思抱怨？皇上这次微服私访，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皇上长这么大，大概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连尊贵都不顾了，他心里当然气了。至于大师兄，你本就是他从小定亲的未婚妻，他心里肯定更气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那个野山葡萄酒后劲儿那么大，哎，喝的时候甜甜的，结果喝下去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欢儿，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也不知道检点一下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万一你醉酒后一不小心泄露了大家的身份怎么办？还好你昨天晚上只是唱歌跳舞耍酒疯，没有说错话，不然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全都白费了。哦，花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大赛，义父，让他们去把马喂一喂，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四周警戒一下。这。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以前是谁说的？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儿，你也不会不开心，也不会不理我的。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，那你就是小狗。少来这一套！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抛在脑后了吗？猪哥哥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？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。行了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刚才那样丑死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我心软，好欺负。四师傅有急事召唤我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势必会引起康熙和索图的怀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，跟你们耍性子。好，快去快回。李欢，四师傅，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，有没有小花啊？你呀，学艺不精，还敢偷偷溜出谷去，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。四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啊？四师傅，啊，四师傅，什么事儿？
舒姑娘的心疼病犯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舒姑娘？师父，我的心疼病犯了，求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心疼病？啊，要紧吗？严重，如果不救我，我会没命的。求您，赶紧找范神医救救我吧。当时你姨父不在谷中，我又不能违反规矩，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，我就只好驾马车，连夜带着舒婉心去谷外找郎中。撤！撤！哎，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我肚子疼，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叶师傅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哎呀！谢谢叶师傅。哎呀！没想到他趁机逃跑了。这舒婉心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您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父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知道的，你四师父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那舒婉心呢？她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毕竟出身将门，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那般娇弱。而且她从小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。当初晋王把她交给我看管时，曾把记载着她的背景资料也给过我，可我这还是被她装病时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没想到她借机会逃跑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这舒婉心要是去报官的话，那六师傅和雪姐姐全都暴露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舒婉心逃跑1个月了，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。舒婉心没报官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她父亲舒剑了。据默生他们传来的消息，舒剑现在伤得很重，但吊着一口气，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。幸好到今天，舒婉心还未曾出现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！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剑，这如果舒剑真的跟舒婉心见上了，那咱们全都暴露了。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，出生入死，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。四师傅，您别这样说嘛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责怪自己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，还有六师傅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好，现在呀，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让康熙晚点去见舒剑。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心，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把她找到，重新带回明珠谷。李太医，索大人啊，这世淑姑娘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她呀，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，觉得没趣，就赌气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？哎，不用找，这丫头的脾气我了解，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。这会儿啊，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等着我们去找她呢，咱们就偏不去找她。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啊，是吗？没想到世淑姑娘这么小孩子心性。哎呀，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主子又急着赶路，恐怕她这么耽搁时间，主子会不高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走，她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，自然会跟上来的。那可不行。主子虽然着急赶路，可更担心世淑姑娘的安危。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，主子是不会答应的。也是啊。
哎呀，你说他这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我们谷中排查内奸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咱这明珠谷中啊，有300多户人家，800多人口，都是大名士逃进谷中避难的。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，身份十分复杂，一时很难查出。其实那个内奸跟我交过几次手，虽然他蒙着面，而且声音也做了变音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我感觉很熟悉。你居然和他交手了？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也敢去抓内奸呢？哎呀，四师傅，看你的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有事就站不到你面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都可以杀了我，但他都手下留情，而且他的武功套路我那么熟悉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定是谷里的人，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。四师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爹，还有各位师长，大家好好想想谁最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晋王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逞能了。我膝下没有女儿，只有默生一个儿子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四师傅，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别的武功学的最差，但是我轻功好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先逃命呗。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，但在四师傅心中，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更重要。四师傅，所有的师傅都认为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，也只有你了，最疼我们这些小辈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好。左土。主子，一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一欢姑娘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，真是胡闹！我回来了，主子。哎呦，一欢姑娘，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呢。左大人，这边请。哦，好，主子告退了。龙小弟，你还生气啊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到山西有几百里路，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？龙小弟，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我的龙小弟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李一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那我问你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奴婢犯了贪吃罪、贪玩罪、贪杯罪。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。如果主子笑了的话，就当原谅奴婢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先唱来听听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您唱。嘻嘻嘻。主子听好了啊。
离婚！你给我听着，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，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。哦，知道了。停！干嘛？过来交钱！慢点！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！交钱！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董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儿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呀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叶师弟呢？哦，他有点事耽搁了，要晚点才到。这就是那1号金钥匙。这是我从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当中找到的。只有义父才能辨别这把金钥匙的真假。但义父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，下月才会回京城和我碰头。这把金钥匙先交给我保管。就在我得手的第2天，吴应奇就将永历帝的遗物交给书剑保管了。那书剑直接当着我们的面，找出那把金钥匙挂在自己颈上，贴身保管。只怕书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拼死保护的这把金钥匙，居然是一把假钥匙。遇到劫匪的时候，你们也在这，可有发现什么线索？那帮劫匪很有可能是吴三桂派来的。在出事的头1天晚上，吴三桂派人悄悄找到了吴应奇。父王命你连夜快马赶来，有何急事？王爷问二公子，在永历帝的遗物中可否见过一把金钥匙？有。卑职奉王爷之命，请二公子立刻将金钥匙交给卑职，用这把假的金钥匙调包。太迟了，我所押运的东西，在昨日已经全部交由山西总兵书剑。那书剑一见面，二华林叔就当着我们面，直接把这把金钥匙找出来，贴身收藏。据说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亲自护送这把金钥匙进京，面呈皇上。坏了，没想到我一直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朝廷为何会如此看重这把金钥匙？一开始父王也并不看重，可为何又突然派你索回？卑职也只是奉命行事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二公子若有疑问，待回到滇都之后，亲自问王爷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来之前，王爷已经做好了各种打算，要卑职无论如何把金钥匙带回去。事到如今，卑职只能假扮盗贼，强行抢回金钥匙。到时候，还请二公子和石将军多多配合。谁？紧接着第2天，书剑就遇刺了。石青红率着手下假作抵抗，我和叶师弟自然也不会真的出力。书剑虽然是个好将领，精通兵法，却武功平平，而吴三桂派来的一帮杀手们，个个武功高强，不一会儿就将书剑带的200精兵杀得七零八落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，否则不会派人连夜追回。只可惜他万万料想不到，我们赶在书剑之前就已经调包了金钥匙。他们不惜劫杀朝廷命官，担了天大的干系，却只找回一把假钥匙。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康熙跟吴三桂本来就彼此猜忌，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激化他们的矛盾。那书剑伤势如何？他一直昏迷不醒，但还强撑着一口气。千万要留心书剑伤势的变化，同时留心舒婉心是否出现。如果有意外的话，马上联系我们，千万不能让康熙提前得到消息。我明白。原本你拿到金钥匙，我和叶师弟就准备趁着给书剑寻找良药的机会不辞而别。可如今出了舒婉心这个变故，我们也只能再回到吴应奇的身边了。辛苦你和叶师弟了，我们这边就不如你们那边顺利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铜匣，又被人调了包。关于明珠谷的内奸，我和叶师弟也想了很久，却不知该怀疑谁。以后大家行事要更加谨慎，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，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消息。好，我明白。大师兄，我该赶回去和叶师弟会合，再一起返回吴应奇的身边了，以免石青红起疑心。樊师妹，叶师弟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他究竟去了哪里？我也不知，问他，他也没说。
这什么啊？打开看看。叶哥哥，你哪来的钱给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师傅们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发利钱吗？我都没舍得花，全攒起来了，攒了5年，终于攒够了。不行不行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不是下个月就到你的生辰之日了吗？我怕我赶不回来为你庆贺，所以就当生辰之礼，提前送给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又不要求你回报我什么，你只要天天把它带在身上就好了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给我买一个金镯子啊？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你的生辰之日？我那天问你，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啊？你告诉我说，你想要一个特别漂亮的金镯子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不记得，我记得就好了。虽然你当年只是随口一说，可是5年来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的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不喜欢金镯子了，还是觉得不够漂亮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金镯子很漂亮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好啦，喜欢就好，喜欢我的一番心就没有白费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不行不行，叶哥哥，这个我还是不能要。我知道，你现在有了康熙这个结拜兄弟，什么都不缺。他随便送你个首饰，就比我送你的金镯子贵重100倍、1000倍。可小师妹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有些事情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不是叶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镯子很好看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你还是把它留着，送给你以后心爱的女孩吧。叶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师妹，这个金镯子是我买来送给你的，你不要，我也不会送给其他女孩。哎，叶哥哥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这么晚，上哪儿去了？我就随便出去走走。是去见陌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性子，陌生是什么性子，我能不了解吗？今天晚上，他只让樊师妹来和我接头。自己却不现身，我就疑心着，他一定是想趁我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来找你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是问候了我几句。就只有这些？只有这些。他就没有给你带点礼物什么的？没有，什么礼物都没有。每个月师傅就给我们2吊钱。他哪有钱给我买礼物啊？又不像咱们，可以在宫里捞捞油水什么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最近几年，这个叶师弟变得十分吝啬，平时呢，连一个铜板都不舍得花。偶尔谷中兄弟们凑钱买酒喝，他总找借口不参与。他这么努力省钱，一定是为了你。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，
他就没有准备什么生日礼物要给你吗？没有。哎，还说没有？这金镯子哪来的？哎，朱哥哥，你这个人，明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根本瞒不了你。你呀，居然帮默生来骗我！没有，我没有帮着他来骗你。我只是平时骗别人的时候，谁都听不出来，只有骗你，老是会找出我的破绽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挑起我跟默生的矛盾，对吗？大家都是兄妹，他也只是疼爱我这个小师妹罢了，所以才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。这还算是小礼物啊，这可是默生对你的一片心呢。那如果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不带它就行了。你愿意带就带吧。其实，默生对你的心意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但我自信他夺不走你的。真正让我担心的，其实是另外一个人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主子，这口井也是干的，